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昨暗台中大雅区的一间工厂，有一个人在烧炮，因摕空气枪、有棍仔当作是武器，有6个人受伤，其中1个人佫互拍死。到底是甚物原因烧炮？警方嘛调查。台中大雅区中31路一间铁皮厝内面，随一暗6点外发生2名的人伫咧烧炮事件。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初步了解是一名6个人向另外一派工厂内9个人报仇，谈判过程发生冲突，有人拿空气枪出来射。有一个查甫人被拍甲头受伤，肺流甲规个送病院救治。算算的2边总共6个人受到轻重伤，其中一个30几岁查甫人，伤势拢集中伫咧头，已经无生命现象。送病院抢救，医院救袂来。这次就是说有一些纠纷，那乙方这边甲方这边就是在场人有9个人他们是持棍棒那现场纠纷以后造成大概有6个人的一个受伤。警方找到空气枪射出了留伫咧现场的钢丝，暗时11点半，甲涉案人员带登去警局侦讯，以伤害致死罪侦办。一若烧炮原因，也有逃走的人，会调监视器甲车牌对查。记者综合报道。有愈来愈侪国家要求旅客入境爱摕阴性的病毒体检的证明。澳洲警方暂时提出警告，表示讲有诈骗集团会卖假的证明嘛已经查到几例了。澳洲的刑警组织伫社群媒体顶头发文表示讲，这个犯罪集团除了制作假的催安、假的疫苗，佮卖假的检验报告。目前查到伫法国、英国佮有西班牙，拢有查到几例哦。根据英国媒体报道，伫法国的戴高乐机场查到假的证明，一张是卖180块到360块美金；伫西班牙一张是卖50块美金。澳洲警方提醒世界各国爱特别注意。再来看台湾，伫去年底因为疫情先暂停印尼移工入境，因为迄当时有真侪移工拢摕阴性的检验报告入境，后来所发现有胃着病毒。外界嘛质疑讲检验报告无信用。印尼官方昨时表示，未来来台湾工作移工必须伫卫生部指定的90间实验室体检望讲台湾会使赶紧来解除禁令。印尼海外移工安迪吉保护局昨日邀请咱驻印尼代表处对印尼移工入境台湾解禁的问题协商。印尼伫咧会后发新闻稿讲，印尼卫生部已经指定90间实验室，以后来台湾工作的移工就要伫咧指定的实验室体检，希望会当符合台湾的要求。印尼移工暂停引进，是因为去年10月以来，印尼境外移入确诊比例内面有6成拢提有核酸检验的阴性报告，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认为检验报告无公信力。那这个报告有跟没有都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想说那个认证对于检验报告的认证。除非有进一步的进展，那否则我们就会继续暂缓。对去年12月初时开始，本来是暂停印尼移工入境2礼拜，不过因为印尼无提供认证的检验结果，所以今年是延续到即马。现在印尼提出指定90间实验室的方案，也讲即马已经有6000位移工已经传好签证、工作证明加健康检查等物件。另外，印尼自1月中已经开始做新冠预防针。由医护人员、公务人员优先做。印尼政府讲已经甲相关部会联络，希望和移工也纳入优先做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昨国内新增加一个日本境外移入病例，这位30多岁台湾人，伊伫日本胃着病，治疗好出院，无想到讲更爱到台湾，伫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又搁发病起来。指挥中心目前是认为这个个案应该毋是本土病例。另外有2个病例搁找无感染源，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毋敢讲完全无社区感染的风险会公布第908案的行踪，只是为了要提醒民众，捌共时间去过这所在的人，爱特别注意家己身体状况。国内新冠肺炎，阁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病例，第913例是本国籍30多岁男性，去年1月份去日本做工课，捌伫当地采检确诊，而且住院隔离。去年12月底2届采检阴性了出院，而且家己采检5届拢是阴性。
伊今年1月初9登来台湾，主动通知病史，伫机场甲集中检疫所总共采检2届，拢是阴性。检疫期满了后，佫压起来，就医采检佫较紧。刚检验出来的 CT 值是36了哈，那目前研判当然还是以他在日本这边感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因为卫福部立汤病院的群组感染已经扩大到第2间病院，第908例，敢若因为陪妈妈去桃园某一间病院看诊，甲第889例斗阵无到15分钟就去互围着，而且第908例较真进前，捌去过高分老街、大溪老街等等的所在拍走，外界烦恼病毒已经传去社区，但是中共唔敢讲完全无风险。我不敢讲说没有风险呐，好，我不敢讲没有风险，但是事实上在室外的区域，好，那短暂的接触，这可能性本来就很低。然后发病日前2天，我们定为它可传染期。那这2天都不在它的可传染期，可传染期都在居家检疫中，所以这2个因素来看，好，其实那种风险是非常低的。指挥中心强调讲，伫咧保利通病院恢复正常运作进前，为着确保病院安全，预计2月初3会启动清零计划。那对本院所有同仁，连外包的人员，卖做一届 PCR 核酸检测，还有血清抗体检测，通好了解院内整体感染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东北季风淡薄仔增强，佮加上锋面经过北台湾下凉冷，咱来看温度。今仔桃园以北佮东半部会落淡薄仔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好天的天气。各地早暗会下凉冷，上低温是伫苗栗，大约只有7度、8度。日时开始北部佮宜兰花莲天气会变冷温度上悬大约21度。中南部地区早暗的温度也差真侪。明仔载东北季风会减弱，温度嘛淡薄仔回升，一直到礼拜日拢是好天。北部、中部、金门、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是感觉是提醒中华梨林。云林、嘉义、佮有台南是红色警示。另外，西半部、金门、马祖会有雾，民众出门都爱特别注意。咱再来看美国的东北部，目前是大风大雪，纽约市、纽约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初二本地一定要去注意风势，嘛拢先取消。国家气象局是警告部分地区的积雪可能会超过60公分。伫咧纽约市时代广场的业者，穿搭顶头的雪要穿做行李。A lot of snow out here in Times Square. The people are still out here. We see kids running around, throwing snowballs. People are enjoying taking pictures. So we're out here. We got some good tunes and some coffee, and we're making the best of it. 纽约市出动吐雪车，中央公园也规片拢是雪，抑阁看到有人伫咧出雪。美国东北部落大雪，费城、波士顿、纽约市部分地区雪可能有到60公分深。初一下到纽泽西一寡所在雪已经51公分，纽约市有一寡所在雪35公分。纽约州州长古莫宣布，纽约市加纽约州9月份进入紧急状态。若是雪1点钟落5到8公分，主要路会封起来，有风车暂停住。纽约市学校初二也关起来免上课。We don't want folks, especially seniors, going out in unsafe conditions to get vaccinated. We know we can reschedule appointments very quickly. 气象专家讲，美国东北部除了落雪、风也正透，无建议开车出门，因为真危险。美国国家气象局讲，风速1点钟56到80公里，落雪看袂清楚，风头、树啊加电火条啊有可能倒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明仔载开始到2月初9，全台湾8间银行拢会使换新钱，因为疫情的拖，包括台湾银行、土地银行等7间公股银行各邮局，今年拢要求民众爱是明仔才会使换新钱。再来看《联合报》，中天新闻台已经关台将近2个月，目前52病毒佫是空的。去年底中加送件申请病毒变更，由环宇新闻来代替。不过昨传出讲中加已经提案，改做要由华视来保卫。华视的董事会嘛通过这件甲中加的合作案。再来看《中国时报》，
有一个乌伯姓郭的司机，在2018年饮酒赛车去弄到奥多麦，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警方伫起诉的时阵骂这个驾驶，讲伊的行为甲恐怖攻击同款最高法院早嘛以这个驾驶弄到人，车阁愈驶愈紧，完全无要停落来，以杀人定罪，判伊12年6个月。咱来看，昨有媒体指出，台湾伫2月初4会有头一批武汉肺炎的疫苗，也毋过指挥官但市长是讲无这项代志，嘛讲若有上新的消息，会随时甲民众报告。也毋过中华航空是已经宣布讲，因已经准备好低温运送的设备，会使保存疫苗。嘛强调讲，华航是台湾唯一有经过国际医药品低温运输认证的航空公司初4就会先起飞到新加坡来演练。北美媒体以头版头条独家报道，10万剂辉瑞的新冠肺炎疫苗会伫初4到台湾的消息。早起指挥官陈时中召开临时记者会来否认，强调讲这根本是假消息，而且否认是由阿联酋航空来运送辉瑞疫苗。毋过了后，华航就发新闻稿讲，因是台湾目前唯一得到国际医药品冷链运输认证的航空公司，冷链空运的技术会当达到零下80度。不但市长嘛表示，捌甲华航讨论过冷链的运送状况，强调讲会继续积极对外争取疫苗到货。阿联酋的冷链，我们没有跟他们有谈论过，我们只跟我们国内相关的航空业者来谈论这事情，了解他们的能力跟状况怎么样。里面有任何环节上的一个困难，我们都会尽全力的予以协助。交通部民航局下晡开内部会议，引起外界讨论。毋过，陈时中甲民航局拢讲，因讨论的敢若是疫苗运送的航空货运流程，甲个案无关系。还不是针对个案，最主要是全面性的来建立未来疫苗就是输入所有通关，还有运送包括冷链相关的配套的措施。毋过疫苗运送需要超低温，以温湿度控制系统起家业者几个月前开始研发一种家己有带电池的行动冰箱，即个甲华航合作，嘛表示要伫2月初4飞新加坡时阵来模拟空运疫苗。怎么突然要发这个声明稿？因为我们礼拜4就要飞了，它确实就是我们要去测一整个航程，然后长荣物流在台湾负责就是到基隆这边的陆运。然后华航到新加坡这台设备它会有持续的温度监控，然后整个航程我们收回台湾的时候，要确定它到我们收到的时候，它都还是一个负70度以下这样子一个恒定的状态。根据华航公布的一张相片，天机坪飞轮机的机头拍开，可能就是冷链物品坑的所在。毋过业者表示，超低温运送袂当干有空运的过程，对离开实验性到目的地，拢爱保持低温。技术的标准是真悬，若是会当克服，才会当确保疫苗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各个国家，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1亿，死亡的人数有224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昨增加一个病例，目前是912例；中国的病例有89000例，香港超过1万例，日本超过39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600万例，印度嘛超过1000万例，巴西是超过922万例。伫欧洲迄边英国超过384万例，法国嘛已经超过320万例。特别过年伫中国有地方政府是用正严格的防疫措施，无希望民众返乡过年，这嘛引起民众的不满。另外，伫香港香港政府嘛宣布讲会加强封锁大楼，要求民众爱做体检。中国春运进入第5天，今年受疫情影响，地官方倡导民众就地过年。各机场甲车站大厅拢限制凌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就指出，春运前3天的铁路载运人次，甲去年同期比大衰退75%。平时都是30多班，有可能每天的话可能就到40班，现在的话现在只有20几班。地区春运人次减少的原因，也有各地政府伫返乡防疫措施一直加严，也无以风险地区来调整，未输逼民众卖转去，引起真大的民怨。中国官方赶紧发布禁令，要求首都北京市以外县区随改正。层层加码和一刀切，既是一种懒政，也是对宝贵防疫资源的浪费。
中国官方初一通报新增33例本土病例，以乌龙岗占22例上济。中国防疫专家钟南山认为，东北疫情反弹甲冬季低温有关系，肯定政府就地过年政策，苹果全球积极注意疫苗，3月确诊数将会下降。能不能够开始下降的话呢？我的估计大概3月份吧。伫中国调查疫情起源的 WHO 专家小组由原即当对着官方安排行程，初一起乌北省疾病防控中心香港疫情，港府31透早搁推示封锁丽港城社区外500位住户，透明检测到初一早7点半并无确診個案，洪培平擾民。會唔會覺得太密啊？密唔密都唔緊要，但係我唔明點解要咁樣封區法咯？個意義係乜嘢嘢？如果有大廈新增1宗或者以上，未能夠確定感染源頭嘅確診個案咧，或者污水樣本嘅檢測呈陽性咧，顯示可能存有呢個感染嘅風險咧，均會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不過港府宣布將更加定封區，即日起任何社區大樓出現一件找不到源頭的個案，都會啟動強制檢測，包括限聚令加禁內容的措施，也會延長執行到年初六2月17。記者綜合報道。來看緬甸軍方昨用選舉有人做手做理由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而且會控制國家一黨。執政黨全國民主聯盟的領袖翁山蘇姬，還有總統委員，還有幾啊位黨內的高層，攏互軍方抓起來，嫌首都的網絡電話攏互切斷。世界各國嘛批評軍方的行為，美國嘛要求軍方要趕緊放人。2月7日是新國會按算開議的頭一天。議員聚集佇奈比多的時陣，軍方發動突襲、逮捕，還有軟禁政府實際領導人翁山蘇姬，甲總統文敏，還有幾啊個全國民主聯盟黨內高層人物。未少省的省長嘛去互士兵帶走，下落不明。包括奈比多在內幾啊個城市的電話，還有網絡的線路，攏去互切斷去。各樣的廣播，還有電視台，為早起6點半開始，服務全部攏斷電。電視台佇人民冊發文講，是拄到技術的問題造成的。仰光的市政大樓，嘛有軍隊駐守佇個外口。軍方的電視台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政權交予武裝部隊總司令敏昂萊，原底做副總統的退伍將領明水，未來1年會做代理總統。當地電視台以突發新聞的方式放送明水，甲敏昂萊等等軍事將領舉行會議的畫面。17年咯，然後越高看批度，越高看說要古龍有阿那些拍攝ပုံစံ。ဘယ်လိုပြောမလို့အာနာတင်းယူသွားတာကျတို့ပြည်သူတွေဆန္ဒအားလုံးဆော်ရလိုက်လို့ကျွန်တော်ခံစားလိုက်ရပါဆိုကျတို့ရဲ့နိုင်ငံအခုမှအပြန်တင်စားငှက်တကောင်အတောင်မှရိုက်ချိုးလိုက်တယ်လို့ပဲကျွန်တော်စိတ်ထဲမှာခံစားရတယ်不過軍方喺無法度提出具體證據的情形之下，指控選舉有大規模污傷的問題。聯合國、國際人權組織攏對緬甸的情形表達關心。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政府對軍方推翻民選政府的作為表達譴責。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會甲愛民主自由甲發展的緬甸人民徛做伙，要求軍方愛隨放人。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香港一團門嘅創辦人黎智英去年底本地會使交保，也毋過後來又取消封掠登記關。昨早起香港嘅終審法院又開庭審理交保案件。昨暗5位法官是認為講應該需要時間來考慮，所以臨港才個宣判。黎智英昨到法院嘅時陣，有真濟支持者攏佇現場來幫伊加油。香港教區退休嘅主教陳日君、民主派嘅議員等人攏到法院旁聽，現場嘛有經立法會議員甲抗議人士小妹冤家終審法院5位法官昨下晡5點外是宣布講有一寡疑點閣愛討論，所以需要時間，臨港才個宣判。黎智英嘛必須愛閣繼續關起來。對於真濟香港人來講，這2年香港的改變是真濟，有愈來愈濟人想要離開香港。英國嘛是有條件來開放，一寡有 BNO 海外國民護照的香港人會使申請去英國工作生活，6當了就會使申請成做英國公民。這項新的制度目前已經實施，英國政府嘛按算講，這5當會有32萬的香港人移民英國。香港在這2年經歷過反送中抗爭、國安法實施等重大變革了，有新一波移民潮。英國政府為了要支持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加自治，也提出優惠措施，准有 BNO 海外國民護照的香港人去英國生活加工作，多滿6年會當申請入籍。
相关计划自1月30日开始伫咧网络顶办。移民顾问王先生讲，这么真侪香港人想要离开，好多㗎，真係好多人走㗎，因為我自己感受到或者我觀察到嘅，咁由社會運動開始啦，未有 BNO 之前，嗰啲查詢嘅數量，查詢啫係可以好恐怖嘅。去年7月國安法生效了，港人申請 BNO 護照的人就增加超過3倍。王先生講，有當時一早起就收到100多通查詢的信息。伊也打算帶因某甲10歲查某囝最近搬去英國，主要是要讓查某囝一個自由嘅未來。其實而家有咗一啲新嘅法例之後，我哋講嘢就好小心，我哋 Facebook 可能都會好小心咁去拿捏點樣寫、點樣講，唔夠膽表達自己。咁但係我最想嘅就係我個女可以做佢自己，諗佢想諗到嘅嘢，連諗都唔夠膽諗咧，就係好悲哀嘅事嚟。BNO 海外國民護照是香港主管移交了英國和香港人的一種特殊身份，持有的人會當免簽證入境英國180天，這嘛是擴大到會當申請永久居留加入籍。北京除了譴責英國，也有實名心態，想要將香港人變做二等英國國民，也提出反制措施，無國再承認 BNO 是旅遊加身份證明文件，甚至可能進一步檢索政策，阻止香港人到英國。英國目前估算，在未來1年大概有154000人會用這種方法去英國定居，5年內人數可能會到32萬人。香港人講 ，BNO 就敢若是因的救生船，上早上船的香港人內面，以中產階級加知識分子較多。公司新聞張惠敏編譯。今仔國際上閣有啥物大代誌？咱做伙點台灣來看世界。首先是緬甸發生政變，美國總統拜登嘛發表聲明，呼籲緬甸軍方馬上放棄權力，嘛會考慮講敢要對緬甸來實施制裁。過來是美國已經探悉，美國一幫大聯盟開始訓練佮開幕的時間攏還未確定。目前大聯盟的計劃是要延後1個月，佇4月底來開始舉行。來看美國新任的國務卿布林肯佇電視接受訪問，嘛講到台海局勢。布林肯是表示，美國會確保軍事的布局來阻止中國的威脅。再來看中共的董事長趙少康傳出講想要重回國民黨，引起真濟討論。趙少康早起嘛開記者會，證實講已經申請恢復黨籍，佮講是韓國瑜一直抗，佮希望伊選黨主席。也毋過到底敢會選黨主席咧？伊嘛無甲話講互死哦。現任的黨主席江啟臣是講，所有的黨員攏愛遵照黨內機制。國民黨的表現也令人失望。所以我真的認為國民黨需要一個有力的領袖，藍軍需要一個有力的領袖，台灣需要一個有力的領袖。面對鏡頭坦白講，今擺國民黨讓人失望。中共董事長趙少康初一親身對外證實，有意準備重新登去國民黨。來看趙少康從政的經歷，八強合作政治金童，擔任過議員，立委嘛做過環保署署長。在1993年脫離國民黨，創立新黨，嘛在1994年擔任立委期間，代表新黨來參選台北市市長。雖講說陳水扁也毋過順利幫助新黨摕到在1席的市議員席次。是安怎會想要登去國民黨？趙少康講，攏是因為韓國瑜，但是他還鍥而不捨，從9月一而再再而三的來說服了，但我也很感謝他的看中了。江主席呢表示對我回國民黨，他表示歡迎。韓國瑜嘛佇面冊鋪文表達支持，感謝趙少康佇國民黨上困難的時陣願意站出來。外界認為趙少康登去拿贏，目標是要參選黨主席，啊毋過照黨規，必須要揢予黨籍滿1年，而且有中評委也是中央委員的身份。趙少康強調講家己即馬無資格，啊毋過講黨主席會使直接聘黨員來做中評委，敢是趁這個機會來摕到參選門票。江啟臣講愛照黨內機制，對所有的黨員都適用的，所以這部分呢，我們一切應該是照黨內的機制，還有黨內的民主機制來走。按照這個黨的規定，我想透過這種公平、公正、公開的程序，應該是都很好吧。啊，毋過呢，立委林為洲嗆聲講，過去韓國瑜的被動參選，還有辦應有黨員互過台銘。
当然，因为人来改变规则的假释感觉阁无够。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表示，若是赵少康担任党主席，必须要甲所有中国的股份卖掉，若无可能会违反广电三法有关董建群条款，上济会当罚200万。记者综合报道。玻璃糖园病院已经拓开，民众是真烦恼。总统蔡英文专工去糖园鼓励消毒大队甲化学兵哦。之前指挥官景良峰哦，因为指挥消毒，家己后生出事的时阵，伊无伫现场。总统讲恭喜伊，嘛对伊讲真歹势。桃园市长郑文灿伫昨下晡伫大溪老街来实查防疫的工作，嘛强调讲全桃园市刷来会开始第2轮的消毒。桃园市清洁队早起就去908个去过桃园餐厅，针对附近的环境来加强消毒。业者嘛打广告讲，店内实施消毒，暂停营业。上礼拜29号，礼拜5已经消毒过一次。那针对昨天公布的，那我们今天再做一次周边再做消毒。因为第908个捌去过大溪老街，严重冲击到店家，生意实在真济。平常时老街的人本来就少，即马差不多拢无游客来。有的店过去就休困，还有伫营业的嘛是咧处理进前的订单，因后有指挥中心关键公布较真正的卡价。我们都有多消毒，然后请门市人员的话就是多洗手，就注意自己个人的卫生。特别是足迹公布较多的地区，我们一定会优先完成，也请大家放心。那我想大溪老街等到防疫安全这个做完了以后，市长也会再来视察大溪老街，让消费的信心恢复。桃园市长郑文灿下晡嘛来大溪老街视察防疫措施，伊强调讲，所来针对全市进行第2轮的区域消毒，包括巷仔减少社区风险，而且嘛向指挥中心争取桃园病院2号会当优先来做疫苗。玻璃桃园病院地北风波是继续伫扩大，佮传到平镇的某一间病院，引起真侪桃园市民的烦恼。总统蔡英文找伊伫咧市长郑文灿的陪伴之下，找伊特别去桃园来勉励防疫消毒大队。另外，指挥官景良峰佮因为协助消毒，无看到后生打出血的时阵。那孩子的诞生是人生最重要的时刻。那我们的指挥官因为有着重大的责任而不能参与哦。那是不是我代表我们国人跟您说一声恭喜，也表达一点歉意啊？蔡总统强调讲，桃园是国境的第一线，环保局消毒大队伫桃园市的消毒任务出动超过3000人次，消毒的地点嘛超过7000个所在，肯定每一个人拢是防疫上前线的战士，嘛好加在国家有消毒队员甲化学兵的保护，台湾才会当国泰民安。记者综合报道。遮侪病院为了要防止疫情，拢会加强对医护人员采检哦。也毋过，所有医护人员出面订正讲，因为有出现镜头需要采检，采检了后，病院要求因转去厝里休困哦。这段时间因爱用病假，毋来影响薪水，佮影响着表现。也毋过，台病院是摆回讲，绝对无这款代志。受到暴力桃园病院疫情的影响，真侪病院扩大对医护同仁的体检，毋过有台医护人员反映，因配合采检，病院煞另外有规定请病假，就要靠绩效点数。可能因为防疫的关系，所以就是医院鼓励你有任何的症状要回复你的主管。那这个有疑虑的情况下，都会抓来医院住院，就是做采检。我们医院的护理部只要是请假，都会扣0.1点，不会因为说现在是防疫的需求或是任何需求。照这位护理人员的讲法，扣去的绩效点数等于是一天互人扣500块，因感觉互病院剥削。台北医师职业工会表示，按因了解，阁有病院是请病假扣一半的薪水，实在是无啥合理。第一个是说，我到底是要忍住我这个流鼻水跟小感冒来去继续上班，还是我要自动自发的去做采检？其实对于非常多的医护人员来讲，他们心里面是会有一点点挣扎。针对医护反映主动接受体检，说互人扣奖金、薪水的代志，台病院嘛伫面册发表声明，买回讲是互同仁改做大厝办公，未扣薪水，绩效等等。毋过下骹就有人质疑，护理师要安怎踮厝办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官陈时中嘛对这件代志来发言，认为若扣薪水就无适当，会对相关的问题搁做讨论。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报道。
昨昏透早2点左右有中南部民众翕到一粒真大粒的火球飞过天顶，有民众讲差不多是一台车遐尼大。气象局是解释讲，这是一粒真大粒的火流星，比月亮更较光一般的火流星拢出现短短几秒，也毋过因为现在民众冷眼的设备真侪，都有真侪人看到、佮翕到。一道微微光的火光为天顶飞过，而且光度那光继续大约9秒。反正1点53分，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设置牛埔大草原，及时影像翕到火流星画面。同一时间，民众伫国道1号3期路段也看到这团火球，神奇的画面引起民众议论。好像要去到高山上，就是天空比较晴，然后比较清晰才看得到。他没有想到在市区就可以这么明显的看到，真的是很特别的现象，新奇的，蛮特别的。过了才会想说要许愿。中南部民众小连续看到火流星，花莲也有民众的行车记录器录到火流星飞过画面，像你讲换成人定了，甚至有民众指出，甲一台车同款大。比较大的几率是在我们有发生流星雨的时候。那流星雨的时候，我们每年有不同季节、有不同星座的一个流星雨。那这时候如果有遇到的话，会产生这种火流星的几率比较高。火流星的话，它的亮度要超过-14等以上，这样子比月亮还要亮。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到它，而且流星的速度非常快。那昨天看到的这个火流星，大概也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它划过天际的这一个角，就是角弧非常大。流星体是外太空土粉通过地球大气层燃烧，量体较大都是火流星。光度达到-14等以上。天文站表示，火流星飞过天顶只干那几秒钟，即马因为有行车记录器甲固定性监视器，民众较好翕到画面。即马就看到天文奇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的枫林出现红狗虾，范围阁愈传愈大，已经传到江河乡去啊！红狗虾中心嘛，正式讲已经超过1000公顷的土地受到影响，会对2月初3开始转药啊。这是花莲枫林镇的环保科技园区，内底有一个民间的供电厂，去互发现有红火虾出现。目前现场已经封管制，不过园区的工作人员敢若无啥要义。因为我们这边把虎头蜂也有啊，什么东西啊，毒蛇啊、锁链蛇啊、眼镜蛇啊，这个毒蚂蚁，我们只是把它列为毒蚂蚁啊，我们自己会小心这种东西。根据县府农业处的资料，这是花莲头一届出现红火虾。经过探勘了后，发现狗虾的受分布的范围，除了枫林镇以外，边仔的江河乡嘛受到牵连，面积已经超过1000公顷。大概预计2月3号，会来配合我们火语中心进行药剂的一个施灌。如果在田区发现有蚁丘疑似红火蚁的话，也尽量避免不要去碰触，一些的过敏反应会比较相对的剧烈。花莲真侪农地拢是属于有机无毒的区域，所以若要抓药啊，也是要注意。像这些耳剂，它其实都是残留期不高的。那如果说是痢剂，像喷普尼这种的话，它的残留性会比较高，所以会选择非农地的部分去使用。这样。县府强调讲，红火虾除了对人体有过敏性心脏定期的危害以外，嘛会食农作物，所以呼吁民众一定要细致，而且配合防治。若是发现红火虾的行踪，都要随通报县府农业处。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疫情的拖，烦恼过年期间，大拢家己赛车出门，公路总局宣布讲今年春节要开放游览车会使驶苏花改的路径，希望鼓励民众过年出门尽量坐大众运输工具。赶伫咧过年前，公路总局实地实车演练，试行大客车行苏花改的路径，确保流程顺利。今年出节连续假期，公路总局估计，车路南苏花公路的车流会有18000台车次，是过年的最高峰。苏花改头一届开放路径，予大客车来过。预计拄苏澳到中德，塞车的时阵坐大客车会比家己赛车省40分至60分。把苏花改38.8公里里面的26.7公里开大客车优先道，我们初步估计大概可以省40到60分钟了哈。但是如果说小汽车开得多的话，那造成的我们整个行车的时间更慢的话，那大客车的优势可能更可以显现得出来。公路总局表示，考虑到安全，苏花改路径跨度伫咧3米以上的路段才会开放。春节试办新措施了后，会联动性检讨。目前计划未来若是连续假期3天以上，得实施开放路径的措施，希望鼓励
励民众坐大众运输工具，因为苏花改的路径设计原本是遗留予紧急事故的时阵救灾来用的。公路总局嘛，医生进行开放路径了后，事故模拟的紧急演练。原则上，我们交控中心会掌握现场哪一边是比较优速、比较快。那原则上，我们现在会利用非事故的车道来做救援。公路总局提起用路人开放路径的措施，敢若限制伫咧连续假期的期间，大客车适用，自用车若是无设置走过，会处罚相关1,800块。另外，为着鼓励大家来坐大众运输工具，公路总局嘛呼吁业者伫咧春节期间维持优待票价，呼吁要出去佚佗，也是登去故乡的民众会当加利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大坪湾国家风景管理处最近邀请加拿大的艺术家用海流茶废弃物等的材料创作出5组的装置艺术，放伫南屏渔村内底嘛写未少的民众来遮翕相，感受艺术的气氛。一张背景真特殊的相片，看起来真像是某一个游乐园内底的景点。但是其实这是屏东南屏渔村的装置艺术，而且是用海景捡到的海捞茶、废弃物等来设计的。我们目前又把很多艺术家来引进在大鹏湾里面，就是想说跟社区来结合，也要带动南屏整个南屏半岛的整个旅游发展带。为了带动地区观光，大坪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邀请加拿大的艺术家来台湾2个月。以在地渔村做主题，落去发挥创意，设计出5组艺术作品。有的放伫咧废弃的运仔边，有的踩伫咧老人会楼顶的空地啊，甲艺术放伫咧民众日常生活所在，而且使用废弃物做材料，希望会当互大众关心海捞粪扫的问题。艺术的造景，我特地来参观一下啦。我是从那个恒春垦丁过来的，但是我很喜欢，很有艺术感呐。年刚好是观光局的2021的自行车旅游年，你们就可以骑着单车到南屏享受美食，也可以这边去做寻宝，看看那边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气息。自1月初开放到今，已经有不少民众烧酒来翕相，佮配合观光局的脚踏车路线，和游客会当伫传统的渔村内底感受艺术气氛，轻松游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的前进社区，遮出产土豆，也毋过利用机器采收的时阵，常常有真侪土豆拢会落入田里，真拍算哦。社区的职工就带小姐去捡遮落来的土豆，摕来炒土豆汤，收入就用来做社区课程的材料费，佮供餐的费用。甲糖、盐、豆油甲麦芽放落鼎里拌互羊，刷落掺土豆，炒甲赤赤，无起鼎的时，佮掺米香甲乌麻。这是屏东前进社区职工试2个月失败几若届，才炒出这香公公的土豆汤。火不够，过火，还有那个脆度不够，看经验啊，这是那个累积的经验啊。机器采收过了之后，旁边都会有掉一些花生嘛，然后志工妈妈就大家很热心。用那个袋子去装然后装回来晒一晒，炒一炒。刚好县政府推广这个东西，说像我们社区推出一个属于社区自己的产品出来嘛，所以我们就请老师来教。社区真侪人咧种土豆，机器采收，会阁剩真侪土豆在田里。社区职工就去捡来炒土豆汤卖，收入也用来退社区长辈家菜，年做交落也包装做礼盒，部分收入也要帮助非洲的农民甲学生。我们一直积极的媒合社区，可以跟其他的单位做一些合作。那我们希望说，借由更多通路的推广跟拓展，能够让社区的产品能够有更多元化的销售管道。前进社区发展协会推广在地特色，唔但推出土豆汤、佮红豆白色素一寡产品的收入，也会用到社区课程材料费、用餐费，加原本可能会浪费的农产品，创造新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嘉义中部大油国小附近有一个放茶壶的所在前一站直起火，佮拢有臭酸味，附近民众已经挡袂牢，昨早起是去抗议，要求业者爱改善。工作人员一直抓水降温，不过这有机会也是不断的呈现。各机关中部乡这里也未摕到核准执照的茶树放在场，这半个月不断发生翕烧的情况，佮产生发酵的酸味。附近3钟头的村民，初一早时就来到现场抗议。昨天早上的时阵啊，遐规个公路你拢无看呢。对啊，所以阮整理的路拢无看路，会塞车啦。臭味，
厝哦，足早规模无遐大，无大我唔是知讲遐有落去穿，但是我唔知讲伊真正做出所对付。接到全民定情的乡长甲议员嘛到现场来了解，业者表示，因是咧做发灾的工课，这是因要用的保养图，因为天气的关系，一直翕烧，会赶紧来处理。没有燃烧的部分，我们今天等一下车子会过来，先清除，然后有闷烧的部分，我们先把闷烧点找出来，不就是你清运过程中也要相对的安全。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完全降温下来，没有在闷烧的时候，我们也会完全做清除。今天看这种状况的话，我们会在依我们的废弃物清理法，理论上我们会加重处分，而且他如果在近期内不清的话，在我们行政程序的部分，我们第一点会做强制执行，第二不排除会请那个检调这边来进行那个后续的调查。环保局表示，这片对查出的土地大约有3分半。去年接到民众的定情，都已经要求业者处理。当初约束的期限已经到啊，所以会搁一摆来开发。业者表示，影响到全民的生活，感觉真歹势，会赶紧来处理。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特别过年咯，目前市场猪肉价小是一直起哦。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表示，最近国内的猪肉需求量有变济哦，所以即阵哦1公斤大约拢伫70块左右。因为疫情饲料哦的原料无法度进口，所以猪肉价小嘛受到影响。佮加上美国猪肉议题，最近哦饲猪业者的烦恼是真济，咱嘛做回来了解。剁肉、款料，猪店头家无用试试，也互阮看猪皮身上有印产地印啊，就望人客放心，这绝对是国产猪。X 指云林虎尾，这个 A 代表1月18号。随着要过年啊，永年猪价拢会起淡薄啊。不过拄好因为内地开放，国内猪价敢有啥物波动？差不多吧，一家拢差不多呢。需求量有变比较多吗？多个1-2成吧。根据农委会资料，这2年过年前的猪价差不多1公斤780块。猪农讲这是正常的现象。5日节到中原节迄波，猪因为天气热，胃口较歹，较袂大，出袂赴卖，价小起超过80。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也表示，今年龙鱼猪的产量拢稳定，今年猪价起的幅度在咧合理的范围内。过年期间的需求很强劲，很多的业者买来去做香肠、火腿、腊肉，所以需求有增加。目前来讲，都是在每公斤70几块，都是一个合理的波动。航运的问题的话，是刚好是疫情关系，所以造成这2个月价格比较高，不然正常在冬天11、12甚至到1月，价格是比较低迷的。但是因为是货运的问题，造成价格高，这个其实有点小小的假象。过去伫咧讨论敢要开放内地，猪农上烦恼的是猪价会崩盘。短期看起来也无发生，不过猪农晓期准若价销未受到影响，为怎样农委会要伫咧开放以后，划出用100亿基金保证收入来的猪价呢？到底未来猪价会有啥物款的变化，就搁爱长时间观察。记者阿敏金陈玉水台北报道。台语文伫即几档哦受到注意，特别的是去年出版台语版本的《小王子》嘛引起真侪讨论。最近有台语文的作家甲出版社编辑哦，就做伙伫中华办一场座谈会，那么来了解最近的台语文运动有啥物款的变化。去年台湾出版《小王子》台语版引起袂少讨论。杀出《小王子》台语版的出版社主编郑清宏和负责审定的作家黄进南，透过讲座和民众分享台语文运动的历史和未来发展。有人提要求讲，今日爱转台语对无？当然，讲这个主题应该是爱转台语无对啦。过去大家自然讲台语，毋过了解台语无文字。即阵政府民间开始推销台语文，为出版品就会当看出即几档市场的变化甲接受度。古早以来，即个台文的书写，咱甲伊安尼传承落来，继续咧写以外，
咱伫即个包装啊，是甚至讲像小王子，伊有迄个 QR code， 哦，你会当讲用手机啊，安尼甲伊扫者，你就会当听到专业的配音员。我感觉这拢是台语的即个册专册吼，一个新的一个管道。过去台语的出版品常常有人反映看字看无，面对袂晓读台语文的读者，要安怎提供因台语文的阅读？有声册就是一种方式。所以以早其实都有做台语文的有声册这个传统伫的，毋过因为旧年开始。咱拢讲是 Podcast 元年，Podcast 开始实行了，大家对有声的这个体验甚至是讲对有声册这个需求愈来愈大。所以其实台语册做有声册，伊毋但是过去的一个传统，嘛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除了有声册，伫歌单影视界的台语文创作品质嘛豆豆提升。黄正南讲，这是因为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影响，才好新的创作不断出现。未来嘛，毋忘透过侪创作专业，互台语的表现形式有更较侪无共变化。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来看北欧上大的哥特堡电影节，主办单位推出一个一人倒数看电影的活动哦。对1万外人的报名者中哦，拣出一个人，伊就会当一个人好好享受大自然，看一礼拜的电影。坐游艇去瑞典哥特堡西花国海一座灯塔，这名伫前线工作的护理师，将伫遮点一礼拜，暂时袂记哩疫情，享受一个人的电影院。It'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me to just try to reflect over the year that has been and sort of ground myself a bit because it has been hectic. 全球电影业受疫情影响，毋但新片延后发行，拍片计划也被迫中断。也毋过北欧规模上大的哥特堡电影节，今年活动照常，营养主题社交距离主办单位为40个国家12000名的报名人中挑选一位幸运儿，伫独立的灯塔观赏达到70部首映电影。当年2月份，威尼斯嘉年华总是会涌入大量的游客同齐参与。也毋过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煞停办，针对游行取消，文化空空冷清清，就连圣马可广场也无看到公园的人潮。被叫做世界3大嘉年华会之一的威尼斯嘉年华，只有伫15、16世纪的时阵，因疫爆发而取消。庆典上参加的人拢会挂面躯，稳重家己的身份，确保伫无受阶级甲职业上的限制，人人拢会当公关。即马配合防疫需要，取代是医疗催安。Ora, paradossalmente, noi abbiamo l'impossibilità di vivere la maschera in questo modo e siamo costretti a indossare queste maschere che in qualche modo bloccano la liberazione, la libertà dei sensi cosiddetta, no? 今年活动因为疫情提早结束，疫情拖烧1年，无看到灯湖。意大利的死亡人数是欧洲第2，主办单位只好宣布取消。也毋过当地居民表示会将活动的传统甲精神延续落去，并且等到疫情结束的迄天，才来好好公欢。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法国设计师香奈儿虽然过身50年哦，也毋过伊对服装、对时行、对流行，嘛是个影响真大。这位香奈儿女士有一句真出名的话，伊讲哦，流行会变，也毋过风格是永远的。那么做回来看伊创作的特殊风格。Je déteste le ridicule. Et c'est pas mon style. Je crois que tous qui s'habillent à peu près bien dans le monde s'habillent ici. Je connais rien de plus vieillissant que d'essayer de se rajeunir. 多拄到Chanel女士过身50周年的纪念，已经关2年进行整修的巴黎时尚博物馆，重新开馆的第一场展览，就是向Chanel女士来致敬。门票刚开始就随卖了，看得出来有偌清。像知影疫情恶化，政府第2届实施封锁令，时尚博物馆嘛暂停营业。这个号做 Gabrielle Chanel 时尚选举的展览，第一个展区是照时间线来展示 Chanel 这几年经典前卫的设计。She really gave women freedom. She gave us sartorial tools of liberation. You mentioned the wide-legged pants. She freed up our hands by giving us the famous $255 Coco Chanel bag with a chain on it so that we could actually use our hand. Chanel 女士过身了后，
对德国出身的卡尔拉格菲来这品牌的创意总监。35年的期间 ，Chanel 扩大做一个真大的时尚帝国，在全世界有25000个员工，敢若2019年就赚110亿欧元。啊，若是从来毋捌做过男装系列 Chanel， 最近这几年伫中西真侪流行名词，譬如讲 Hip Hop 天王 Pharrell Williams。美国时尚设计师马扎克、南韩天团 BigBang 队长权志龙，还有中国名星王一博等人的亲身示范之下，嘛行出查甫穿 Chanel 女装的新路线。高市新闻王慧文编辑。来看澳洲的大宝岛，除了因为气候变迁的影响，造成山河白化，即嘛搁面对化学污染的问题。保育团体指出有愈来愈侪打出世的海龟出现畸形哦。有研究报告显示讲，有一寡海龟互验出体内有药物，多了等上千种的化学物质。澳洲大宝岛珍贵丰富的自然资源，即嘛高度着威胁。受到影响的是在地的海龟。We've actually seen several of the turtles come out of nests that have actually had abnormalities. 昆士兰一间海龟康复中心讲，这几年发现愈来愈侪拄只捕菜细只海龟身体畸形，怀疑是甲大宝岛受到化学污染有关系。因为大只海龟可能因为希望或者是准弄着受伤，不过细只海龟畸形正歹解释。当地研究机构公布一份报告。在北昆士兰海域1000多只海龟的肺内面，发现药物、毒料、化学剂超过4000种的化学物质。We found literally thousands of chemicals in the sea turtles and their habitats. Some of the turtles, particularly in the coastal areas where the contaminants were higher, had high incidence of eye lesions and just generally in poorer condition. 这寡化学物质唔来影响海龟，也会危害珊瑚礁、海鸥、海猪、鱼、虾等其他海洋生物。目前已经确定40种化学物质来自农药，也有真侪无法度辨识。这显示大宝岛的污染正伫咧扩大，来源不明，防治正困难。People are taking antibiotics, people are taking heart drugs, people are taking diuretics, and it all goes out into the ocean. What we suppose we've got to look at is, is there any way of filtering it? 保育单位正伫咧监控大宝岛11个地点，也希望政府加强监测计划加检测范围，赶伫咧污染继续扩大进程，阻止生态悲剧发生。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来看天气，今仔东北季风增强，佮加上冷空气哦，日时开始哦，桃园以北会开始变较凉冷，嘛开始落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好天的天气。中南部地区哦，爱特别注意早暗的温度会差真济哦。明仔载东北季风会减弱，所以温度卖豆豆回升，一直到礼拜日落拢是好天。咱做回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嘅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